错，像什么多么金兰切里，这没都干做兰米哇，几拍一些那先把给。上的时间都在忙些啥 ？Vlog。大家好，准备去挤牛奶了，先来洗一下手，奔向牛圈里。最近牦牛们在吃冬季预备草场里的草，所以早上挤牛奶的时间比较晚。一拉门帘，牛犊就跑出来了。牛犊在吮吸牛奶中，我要先等一下。每次挤奶之前让牛犊喝奶，这样牛奶能够更好的挤出来，也有安抚母牛情绪的作用。挤奶之前先拍拍灰尘，背盖也需要甩几下，不然最近给牦牛喂草，地上全是牧草，草容易粘在毛里。挤牦牛奶中，继续挤牦牛奶，动物与人类温馨的瞬间。妈妈也在挤牛奶，两个人挤奶挤得更快。挤完奶，让牛犊去喝剩下的奶，继续奔向另一头母牛旁边。要把牛犊拉走，拴起来，方便我挤牛奶。把背盖稍微调整一下，拿上我的挤牛奶木桶，拍拍灰。能挤奶的有19头母牛。挤牛奶是牧区早上工作之一。我家拴母牛的铁皮房真宽敞明亮。喝奶中的牛犊，我家牛犊里的老大，解开他的绳子，挤奶工作完成了。挤完牛奶奔向家，今早挤奶收获满满。用过滤网过滤掉杂质，提高牛奶的纯净度。最纯正的高原牦牛奶。解开绳子，看到牛角上的毛，就能知道它是一头喜欢打斗的母牛。慢慢悠悠地走出牛圈的牦牛们。我家黑色的公牛，把牦牛们赶出牛圈。开始捡牛粪了，背上我的背篓。大部分的牛粪被爸捡完了，我只需要把刚刚牦牛拉的捡一下就行。虽然现在可以用推车来倒牛粪，但牧区一直以来的习俗是背背篓。牛粪都捡完了，要把它背到牛粪的集中地。要把牛粪倒在这儿。牛粪是高原牧民最好的燃料，要把牛粪都稍微推开一下，这样更好晒干。我家2个小朋友也学起了背背笼，回去顺便背点晒干的牛粪。有2个特勤奋还不怕冷的小朋友帮忙，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。小孩子太积极了，他们2个帮我举背篓，发现力气也不错，真的帮我举起了背篓。回家路上，背篓有点大，进家门有点难度。我家炉子有点大，每天都要准备1个大麻袋的牛粪。很多人说烧牛粪有增氧的作用。要吃早饭了，牧区早饭必吃糌粑，今天再倒点奶渣糕点。我们这边叫兔，要一起拌着吃。糌粑必须得配酥油茶，碗里倒点酥油茶。享受美食中，除了我，其他人都吃完早饭了。今天是藏历8号，我们认为是个神圣的日子，念些经文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